啦喂，呢個咧亦都係我今次呢個 trip 入邊相當期待個地方，就係斯加加哇毒殺之 Archive Centre， 俾大家睇下呢個建築物真身啦。冇錯啦，各位，我而家咧就係嚟到咗斯加加哇市嘅毒殺之 Archive Centre 啦。我非常期待入邊可以有點樣嘅特攝嘅 information 同埋嗰啲模型啊等等入邊嘅資料啦，俾我去睇。我同你講，特攝 fan 睇到呢一度嘅話啦，如果你係真係一個真真正正嘅 die hard core 嘅特攝 fan， 當你睇到入邊嘅嘢，你真係會好興奮，好似我而家咁樣，已經按耐唔住，我想入去睇啦。Go！各位觀眾，毒殺之 Archive Centre 終於都到啦！冇辦法啦，入邊咧唔俾拍嘢，所以我就簡單咁樣用口述話俾大家聽關於呢一個特攝 building 同埋佢入邊有啲咩嘢啦。簡單嚟講，呢個特攝嘅 Archive Centre 其實咧就係由安野秀吉さん同埋Higuchi新治さん咧共同喺2020年11月嘅時候咧所成立出嚟嘅。因為喺過去拍嘅特攝片啊，無論係哥斯拉、戰爭片啊、Ultraman啊、Kamen Rider啊，或者係Super Sentai同埋其他嘅特攝等等咧，佢哋用咗嘅呢啲道具啊、miniature 啊等等啊，好多時候要被迫報銷，因為唔夠位放嘛，佢哋又唔知可以放邊度，放喺個 warehouse 啊，放喺個廠嗰度要報銷要成嘅。但佢哋就會覺得呢啲嘢咧，如果被報銷嘅話咧，就好可惜。所以安野さん同埋Higuchiさん咧就決定喺呢個須河村呢度成立咗呢個 Archive Centre， 目的咧就係要將過去啊位所有拍攝特攝嘅呢一啲素材啦保存落嚟，即係講保得幾多就保幾多啦。當然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功能，入邊咧有大量嘅呢啲咁樣嘅 miniature 之餘，咁同時佢亦都有去介紹到Tsuburaya Eijiさん佢點樣咧去創造特攝呢一個技術。睇過影片嘅老觀眾都知道啦，特攝本身就係特殊攝影，喺以前嘅 CG 啊電腦係做唔出嚟嘅時候，要拍呢啲特別效果嘅題材或者影片嘅話咧，好多時候咧係需要用大量嘅模型同埋場景嚟拍攝嘅。咁Tsuburaya Eijiさん咧就喺佢有生之年，佢哋一直去鑽研呢個技術，於是就開發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啦，例如模型飛機啊，點樣去做呢啲火嘅效果啊，或者去做水嘅效果啊，點樣可以做到就算船啊喺個水嗰度行嘅時候咧，可以顯示出真係好似好巨大化嘅嗰種感覺啊，等等嘅。跟住或者係後期我哋熟知嘅哥斯拉又好、Ultraman又好呢啲巨大嘅特攝片，佢哋嘅嗰啲擺設人要點樣擺啊，上邊咧都已經係 show 帶俾我哋睇噶啦。咁亦都有好多好珍貴，即係以前特攝落嚟嘅啲好珍貴嘅素材啊，全部喺晒入邊。同時入邊咧，亦都係有唔少嘅一啲特攝嘅資料啊，例如某啲作品嘅劇本啊、storyboard 啊，或者係嗰啲機械人，或者係嗰啲 design 係點樣誕生出嚟嘅嗰啲設計圖咧，什麼都喺晒入邊嘅。所以唔係就係得 Ultraman 同埋哥斯拉嘅咋，其他嘅特攝資料都有喺入邊噶。所以呢個特攝館啊，講真，如果你真係一個特攝 fans 嘅話，嚟到日本唔好淨係留住喺東京、大阪呢啲咁樣嘅商店嘅地方，有時間嚟福島嘅須河村呢個特攝資料中心入邊有好多嘢可以睇。好，接落嚟要去嘅地方就係一個神社，好特別嘅一個神社，因為都係同 Ultraman 嘅要素有關。而呢個神社嘅名咧就叫做係 Otakiya Jinja， 所以我哋而家就過去嗰度尋找 Ultraman 嘅要素。OK， 入去睇睇。即係呢度好鬼多神社，呢度有間神社，呢度有間神社，呢度有間神社。到底咩神打咩神？其實講真咧，我真係唔係好清楚。我對日本神社嘅歷史同埋佢嘅嗰個文化呢方面咧，就暫時冇太多嘅認識，所以我就唔想講多錯多啦。不過今次嚟呢個神社嘅真正目的就係要尋找 Ultraman 嘅要素喺邊度咧？呢度咧就有得賣 Ultraman 元素嘅 Emma 同埋 Omamori， 即係如果你許願嘅一個貴馬同埋護身符，我點都係會買翻一個嚟保下平安嘅。哇，睇到冇？
7 Ultraman Barata Season，但你講Ultraman 有兩種顏色，你7都係有兩種顏色嘅。好啦，我就幣金啦，買咗 Ultraman 嘅護身符，希望 Ultraman 可以保我平安。我哋準備去市政局登記成為姊妹都市嘅居民啦喂！やっとたどり着いた水河村嘅市政局啊喂！我知道，我要申請做居民啦！睇到 Ultraman 支持啦！冇記錯嘅話，呢架巴士咧就係嗰時候我哋坐去呢個特攝體驗活動嘅個巴士嘅，即係我哋全程咧就係坐呢趟巴士，由佢哋咧去載我哋去唔同嘅目的地嘅。喺市役所中間咧就有一個 Ultraman 支持嘅雕像擺咗喺度，非常會有威嚴嘅老豆啊！左邊有一盞 Ultraman 哈哈 design 嘅燈啊，然之後咧。右手邊就有一盞 Ultraman Taro design 嘅燈啊！Ultra 會議室咯，開玩笑。これはいろんな種類ですね。選んでいただいて、はい。1枚300円なんですけど。はい。いや係，やはり看面。はい。話俾大家聽，各位，我即將咧要成為呢個姊妹都市水河村江之角嘅居民。其實我之前咧已經喺網上嗰度係登記咗嘅。咁而家咧，只不過喺呢度攞去一個實體嘅沙紙，咁俾一個註冊費。所謂嘅註冊費咧，其實就係嗰個沙紙嘅嗰個錢咧。咁我哋講得好聽啲就係一個註冊費。之後我就可以正式成為呢個斯卡加瓦市 M18江之町嘅居民啦。俾大家睇睇呢度，佢呢個靠得都做到咁樣，真係好識做宣傳。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拎到啦！我嘅證書，我就成為咗 M78江之町嘅居民啦。呢個就係我嘅居民證，正式成為咗水河村市江之町嘅居民啦。接落嚟，我哋去睇另一個景色 ，Let's go！ 呢度3樓就有一個江之會議室，呢個仲係 staff 話俾我聽嘅，佢咁話可以上嚟呢度啊，影張相打個卡。呢個咧就係作為呢個 M78星雲江之角嘅假想城市，亦即係呢個江之町，佢係從幾時開始誕生嘅？咁你咪成個 project 係點樣開始嘅？咁呢度咧就有全部清清楚楚咁樣寫晒咗關於呢一個 project 誕生嘅，呢個算係一個 timeline 嘅一個 record 啦。上邊呢個6樓咧個展望台好正，佢可以睇晒成個水河村嘅城鎮。雖然水河村咧唔係一個話咩好大嘅一個城市啦，佢真係可以講係一個埠仔，但係咧佢又保留住呢個城鎮最純粹嘅一個面貌，叫做係發展得 OK， 但係好 peaceful、好 chill 嘅一個埠仔嚟嘅。咩嚟嘅呢間嘢？標店都有 Ultraman 嘅元素。喂，你賣茶嘅啫喎，都有你份？呢直頭係一個好犀利嘅宣傳。佢係一個賣酒嘅，入邊有賣緊 Ultraman 嘅酒。すいません。哇！好多日本酒喎。馬卡、Sake Godzilla 同埋 Godzilla Whisky，
呢個咧就係 Tsuburaya Production 授權嘅日本酒，咁基本上咧都係以怪獸嘅 image 為主嘅，冇辦法，因為 Ultraman 咧本身係一個英雄嘅 image，所以佢係唔可以諗到同酒有關嘅。各位觀眾， Ultraman 嘅勁敵宇宙恐龍即係夜晚黑咧雕像係會開燈嘅，無論係 Ultraman 或者係怪獸都好。但係咧，我係專登等到開咗燈咧，先至嚟介紹啲怪獸嘅。唔知咧，俾我感覺就係咪怪獸有燈啦，可能會比較合適一啲啦。呢個就係 Bemonster 啦。簡單嚟講，就係當初令到 Ultraman Jack 陷入苦戰嘅宇宙大怪獸，亦都係因為呢隻嘢 Ultraman Jack 咧，先開始有咗 Ultra Blast Radar， 亦成為咗呢個所謂嘅武器專家，擁有各式各樣嘅武器戰鬥啦。所以呢隻嘢功不可沒。呢個就係 Elekking， 不過今晚佢好似冇開燈，可能個燈泡有問題啊。不過咧都冇所謂，呢隻嘢啊〜可以講係湖中嘅一個霸者嚟嘅，佢識得發電。當時係咪 Seven 同佢打嘅時候咧，都係吃盡苦頭嘅。OK，Gomora 呢個亦都係被稱為喺新世代之後人氣最高個怪獸。佢亦都可以講係第一個咧，唔可以講係打敗 Ultraman， 但係佢會令到 Ultraman 咧進入苦戰。亦都係嗰個時候咧比較特別嘅就係 Ultraman 係需要用兩格咧先可以砌低 Gomora 嘅。呢位咧就係 Kanekon 啦，一個專食錢嘅怪獸。雖然係 Ultra Q， 你睇佢個頭啦，其實咧就係嗰個錢袋嘅嗰個 zip 嘅 design 嚟嘅。即係我當年喺Ultra Q 咧，佢就走去呢個金庫嗰度咧，走去食錢啊食成咧。到咗後期最新嘅 Ultraman Arc， 佢就變咗係虛擬世界入邊嘅怪獸，走去食嗰啲遊戲幣啊，食虛擬貨幣啊，等等等等啊。不過呢隻嘢幾得意下，幾 Q 下嘅，講真。呢位咧就係友好珍獸多蒙，算係 Ultraman 系列入邊嘅一個吉祥物，兼係屬於中嘅怪獸嚟嘅，所以佢嘅人氣非常之高㗎。係啦，個娃娃係。係隱性消費。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嚟飲杯。我覺得串燒全部喺呢一度多啦，係得呢度嘅啫。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可樂嘅唔需要去到大阪、京都都可以食，簡稱可樂餅啊！好熱啊！幾好食下喎！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佢間咩味作るね？柱と鳥皮です。はい。佢咩作るね？これは鳴きバー。はい。鳥皮、はい。柱です。はい。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呢個係鳴きバー，好好食嘅喎，聽聞佢哋嘅好似係佢哋店嘅鎮山之寶。我話食先嘅啦喎。我哋先必須先講，因為你見下呢個豬肉好 juicy， 但係唔會好韌，佢咬落去好爽口下。呢個就係卡士啦，好雖然咬勁，佢 Q 彈，但佢唔會韌咯。最重要一樣嘢，佢唔會韌，咬冇幾下之後咧，跟住會散晒。但係又唔會咁話生咗一撇都係咁樣喎，有少少鬆鬆嘅味道，但係又唔會扯到個鮮味。This is 雞皮。Oh my goodness！ 呢個簡直就係惡魔，好肥，但好 juicy。呢個雞皮真係絕，惡魔佢炸到好脆，咬落去嘅時候嗦嗦聲，嗰啲油咧喺個雞皮入邊爆出嚟，流晒成個口。我唔知你係咪半夜睇緊呢條片，如果係嘅話，願你唔好彩啦，兄弟。青い星の空の下今夜長い
しく涙とともに込み上げてくるよいつまでも忘れない駆け抜けたあの場面を一人じゃなかったどんな時でもどこにいてもさよならの代わりに進入東營，我哋要跑晒須河村嘅6間郵政局，去收集晒6個 Ultra Hero 嘅風景印，呢個咧就稍微有啲遠，我哋有辦法可以去到嗰度嘅。冇諗到須河村呢一度竟然會有谷。逢星期四夜晚8點3準時入席。